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樣為這個時代擔憂。好多謝大家俾我有咁嘅機會嚟到分享我呢排嘅領受。咁我諗大家都同我一樣有啲擔憂。而且我們對於這個時代有明確的目標。而且我哋對呢個時代係有好明確嘅目標呀，就是要翻轉這個時代，然後信仰傳承。就係要翻轉呢個時代信仰傳承。呀，我們要跟聖經裡面的人物一樣。我哋要好似聖經嘅人物一樣，跟但以理不妥協。好似但以理咁樣唔妥協。跟大衛一樣的信心。有大衛一樣嘅信心。跟約書亞一樣的勇氣。有約書亞一樣嘅勇氣。跟尼希米一樣修補破口。有尼希米一樣嘅修補破口。跟耶利米一樣誠實。有耶利米一樣咁樣誠實。然後跟保羅一樣起來傳福音。有好似保羅咁樣一樣去傳福音。跟這個一樣，跟那個一樣。同呢個一樣，同嗰個一樣。只要我們都這麼做，每一個人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耶穌。只要每個人都係咁樣做，一齊去背喺自己嘅十字架去傳揚耶穌，我們的時代就翻轉了。我哋嘅時代就翻轉啦。Amen 哈。Amen 哈。但是說得很容易，很難做到。講就易，做就難。每個人都要上班，每一個人都要翻工，每個人都要休息，每一個人都要休息，每個人都會懶惰，每一個人都會懶惰。所以今天我們來討論一個類似聖經當中的配角的一個人。我哋而家今日嚟分享一個好似聖經配角嘅一個人。絕大多數都在講他老婆怎樣。絕大多數都係講佢老婆點樣。他老婆多麼信實，佢個老婆幾信實。他老婆多麼的順服，佢老婆幾信服。他老婆多麼能幹，佢老婆幾叻。他老婆怎樣，他老婆怎樣。佢老婆點啊？佢老婆點？其實我們人生一樣，其實好似我哋嘅人生一樣，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當主角，唔係每一個人都可以當主角。絕大多數的我們是屬於配角的人物。好多時候我哋都係一個配角嘅人物。而在聖經的價值觀裡面、世界觀裡面，但喺聖經個價值觀、世界嘅價值觀裡面，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配角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係配角，只有神是主角，就是耶穌基督。只有神係主角，係耶穌基督。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人物呢，跟我們的環境非常相似。今日我討論嘅人物同我哋嘅環境係非常相似嘅。在士師記裡面，係士師記入邊士師記21章25節那邊說，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，個人任意而行。喺士師記21章25節咁講，嗰時以色列中沒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。這是士師記最後一章的最後一節。呢個係士師記最後一章嘅最後一節。我們常說，就是以色列人怎麼這麼不聽神的話？我哋成日聽到話以色列人點樣唔聽神嘅話，刻意要求撒母耳給他們一個王，刻意咁樣要俾撒母耳俾佢一個王。怎麼這麼愚蠢？怎麼這麼悖逆？點解咁蠢咁悖逆呢？就在士師記最後一章，我們看到為什麼？喺士師記最後一章，我哋睇到點解？因為當時他們不把神當成王，因為佢哋嗰陣時唔將神當成王，反而是以自己為中心，反而係以自己為中心，個人任意而行，各人任意而行，造成的就是道德淪喪、家庭崩潰，還有社會秩序的瓦解。所以變咗就係家庭崩潰、崩潰，社會瓦解。那這個情形跟我們現在是非常類似的。呢個情形係同我哋而家係非常類似嘅。我們的社會拒絕真理，我哋嘅社會拒絕真理，每個人都以自己為神，每個人都以自己係為神。有冇聽過我的權利？尤其係維護我哋自己我的人權，我嘅人權，我的生活，我嘅生活，我的自我認知，我嘅自我認知，我，這就是性別錯亂，所以就導致係信耶穌性別混亂性別混亂。OK， 家庭破碎，暴力，自我中心的文化氾濫到沒有一個人知道現在發生什麼事，自我中心嘅泛濫到係冇人知道會發生咩事。可以說我們現代其實是比當時
士師記的時候還要嚴重的。其實我哋而家比當時士師記嘅時間係更加嚴重嘅。我們現在的社會提倡變性人，我哋社會而家提倡變性人。我們的社會連男人跟女人都分不清楚。我哋而家嘅社會連男人同女人都分唔清楚，好的壞的都分不清楚，好嘅壞嘅都分唔清楚。我只要覺得是真的就是真的，我只有覺得係真嘅就真嘅。Okay. 我電視上面提倡 my truth 的真理。電視上提倡就係我嘅真理。我是什麼性別，我就是什麼性別。我認為我自己係乜性別，我就係乜嘢性別。我認為什麼是家庭，什麼就是家庭。我認為乜嘢叫家庭就係乜嘢叫家庭。我認為走線來美國的是好的，就是好的。我認為走線嚟美國係好嘅，就係好嘅。我認為犯法沒關係，法律就不存在。我認為話犯法冇關係，因為法律唔存在。我們現代的社會還有情形詮釋了士師記最後那一節。我哋而家嘅社會同埋我哋嘅情況就係詮釋咗係士師記最後嗰一節。在美國沒有王，喺美國沒有王，個人任意而行。各人任意而行。加州沒有王，加州沒有王，個人任意而行。各人任意而行。所以今天就講到我們今天的最佳男配角。所以今日我哋講到我哋嘅最佳男配角波阿斯。波阿斯所處的年代跟我們類似。波阿斯所處嘅年代同我哋而家好類似。但是他選擇敬畏神，不隨波逐流。但係佢選擇敬畏神，唔隨波逐流。那在那個道德崩潰、信仰低落、混亂的時代，喺嗰個道德崩潰、信仰低落嘅時代，神興起的不是一個大先知。神興起嘅唔係一個大先知，不是一位偉大的君王，唔係一個偉大嘅君王，而是一個看起來極為平凡的男人，而係一個看起嚟極為平凡嘅男人，就是波阿斯。就係波阿斯。波阿斯不是士師，波阿斯唔係士師，不是祭司，唔係祭司，不是戰士，唔係戰士，他只是當地有一點點影響力的地主，一個商人而已。佢只係喺當地有一啲啲影響力，一個商人，一個地主。但是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時代，但喺咁樣嘅一個時代，大家放縱私慾、逃避責任，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活的時代，大家放縱情慾，為咗自己嘅利益而活。波阿斯選擇走了一條不同的路。波阿斯選擇走一條唔同嘅路，他選擇敬畏神，去選擇敬畏神，活出公義，活出公義，待弱者，善待弱者，幫助寡婦，幫助寡婦，而且堅守真理，而且係堅守真理。路德記2章第1節上面說，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親族中有一個財主，名叫波阿斯。喺路德記2章1節講，拿俄米嘅丈夫以利米勒嘅親族中有一個財主，名叫波阿斯。就這樣而已，就係咁啫。他靠的不是頭銜，佢靠嘅唔係名銜，而是靠信心回應呼召，而係靠着信心回應呼召。他代表的信徒當中的勇士，佢代表就係憑信心代表嘅勇士，不是身份地位來決定命運，而是敬畏神的態度。唔係身份地位嘅命運，而係敬畏神嘅態度。他沒有被當時的文化影響，佢冇被當時嘅文化影響，冇隨波逐流。他沒有說啊，這個寡婦與我何干？佢冇講話呢個寡婦同我有咩關係呢？也沒有抱怨說啊，一次還來兩個。太麻煩了吧？同埋又冇抱怨話，哇，一次嚟2個太麻煩咯。他也沒有說我很忙，我要顧農場，我還要發薪水。佢冇講話我好忙，我要顧農場，我又要出糧。我捐錢給教會就好，我11奉獻，然後讓教會去做善事就好。我淨係捐錢俾教會做11奉獻，讓呢啲就讓教會去做啦。他看到需要的時候，他看到狀況的時候，他親自起來行動，親自的回應。佢睇到有需要嘅時候，佢睇到路德嘅行動嘅需要嘅時候，佢就親自起嚟行動。而且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內，承擔路德跟拿俄米的需要。所以喺佢能力範圍之後，佢承擔咗呢個路德同埋拿俄米嘅需要。所以我要強調的一件事就是，我再強調一個，佢冇做咩驚天動地嘅大事。他沒有打過仗，佢冇打過仗，佢冇發過預言，什麼人言偉業佢冇做過乜嘢人哋口中嘅偉業。但是敬虔服從神，敬虔
信服神。就是這個樣子的生命，讓他的名字被寫在神的救恩的歷史當中。就係咁樣嘅生命，就俾寫做入去呢個聖經嗰個入邊。那今天我們身邊有許多教會，很多機構。而家我哋身邊有好多教會，有好多機構，很多節目跟活動琳琅滿目，好多節目同埋活動係琳琅滿目。但是我們的時代需要的，其實並不是更多的節目，更多的。其實我哋呢個時代需要嘅唔係更多嘅特會，更多嘅節目，而是更多像這樣的人，這樣的基督徒，而係需要更多好似波阿斯嘅咁樣嘅基督徒。我們或許不是牧師，不是領袖，也不是神學家，或者我哋唔係牧師，我哋唔係領袖，唔係神學家，我們可能只是普通的基督徒，或者我哋只係個普通嘅基督徒。但是這就是神要使用的人，但係咁就係神要使用嘅人。波阿斯今天代表絕大多數在教會裏的人。波阿斯係代表絕大多數喺教會嘅人，不是主角，但是我們選擇敬畏神。唔係宗教，但係我哋選擇敬畏神，不退縮，不妥協，忠心的在自己的崗位上回應神的呼召。唔退縮，唔妥協，忠心嘅喺我哋自己個崗位上去跟隨神。我們的信仰不只是問題而已，而是這個時代的答案。我哋身份啊，我哋嘅信仰唔係一個問題，係呢個時代呢個環境嘅答案。不好意思，我也幫不了你 ，sorry。今天精神。波阿斯不是那種，哎呀，世界好可怕，我要躲起來保護自己就好。波阿斯唔係嗰種話，哇，呢個世界好可怕，我自己匿埋就保護自己就好啦。他是那種看到路德家庭的需要，他主動回應、主動保護的人。佢係睇到阿路德嘅家庭需要，係主動去幫助人。我們來請大家一起念一下《路德記》2章5到9節。我哋一齊嚟讀《路德記》2章5到9節。不只是這個樣子，還有記錄在《路德記》第4章9到12節這邊。仲有係記錄喺《路德記》第4章9到12節。這樣很棒，對不對？就表示說，是當時沒有說，哎呀，這個摩押的女子。呢個好棒，好係咪啊？佢話波阿斯嗰陣時冇話，哎呀，呢個路德呢個女仔。神特別說不可以跟他們通婚啊。神特別講話唔可以幫佢哋通婚噶。背景又不怎麼樣。背景又唔係點樣，又冇乜點樣。不但是個寡婦，還是個外邦人。唔止係個寡婦，仲係個外邦人。長得很漂亮啊，但漂亮女人到處都是啊。生得好靚，大生好靚嘅靚女到處都係。這個爛攤子跟我沒關係。呢個爛攤子同我冇乜關係。他看見了需求，這個寡婦的需求，馬上就去回應。佢睇到呢個寡婦嘅需求，佢就馬上去回應。剛剛讀的2段經文裏面，他主動照顧路德，保護他，甚至最後還娶她。頭先我哋讀嗰2個經文裏面，佢睇到阿路德嘅需要，佢就主動去保護佢、照顧佢，到後尾甚至娶咗佢為妻，成為路德跟他的家庭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的救贖主。就使到佢同阿路德嘅家庭又變咗係以色列嘅救世主。也就是說，今天我們教會裏面，我們是可以選擇不去當旁觀者的。今日喺我哋教會，我哋可以選擇唔去當一個旁觀者。我們看到很多，然後呢，很多牧師會在台上講，年輕人離開教會。我哋睇到好多數據啊，又喺教會嗰啲牧師話好多年輕人離開咗教會。但是其實這個數據並不是真的。但係呢個數據並唔係真嘅。真正的數據在這個上面。真正嘅數據喺上面。美國 Z 時代的男性參與教會的比例比女性高出 1.1 倍。喺美國男性參與教會係比女性係高於 1.5 倍。那在英國18到34歲的年輕人當中，天主教回歸到教會的比例比其他年齡層高出 1.4 倍。喺英國就係由十幾歲到35歲啊，18到34，18到34，18到34歲回歸到教會咧，個比例係 1.4 倍。然後在英國2016年到2022年之間，
就喺英國2016年到2022年之間，年輕人回到了教會總增長是1.5倍。後生仔返到教會嘅總增長係1.1倍。然後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報道。另外呢度亦有另外一個報道。這邊是在說現在的男人，就係話而家個現代嘅男人比女人對教會對真理更踴躍更活躍。比女人對教會嘅真理更踴躍。這是一個好事。呢個係好事。各位要不要當父親？幫父親禱告。所以各位為父親禱告。呢啲返到教會嘅男人，全部都是各位的路德。全部個個都係各位嘅路德。每一個都浪子回頭。每一個都係浪子回頭。他們每一個都是想要找一個人說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我哋每一個人都想揾一個人話，你個神就係我嘅神。你去哪裡我就去哪裡。你去邊度我就去邊度。這表示剛剛這個數據還有這些報道表示說，現在年輕人有非常需求。即係頭先嗰啲數據就係表示話，而家嗰啲後生係有非常大嘅需求。我們要來幫助這些年輕人。所以我哋要嚟幫助呢啲年輕人。我們來照顧這些人。我哋要去照顧佢哋，保護佢哋。我們可以當他生命中的波阿斯。我哋可以當佢個生命中嘅波阿斯。那在我們的教會裡面，還有在我們的社區當中，我們有沒有看到那些破碎的靈魂？喺我哋教會，喺我哋嘅社區裏面，我哋有冇睇到嗰啲破碎嘅靈魂呢？我們有沒有看到那些孤單的年輕人？我哋有冇睇到嗰啲孤單嘅年輕人呢？有沒有看到那些信仰軟弱、家庭瓦解的這些人？我哋有冇睇信仰軟弱、家庭瓦解嘅人呢？還是我們只是看到問題，然後不想成為問題的答案？所以我哋或者係我哋淨係睇到問題，但係我哋唔想成為呢個問題嘅答案。各位有冇聽說，就是這個教會很冷淡？我哋有冇聽話？呢個教會好冷淡。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很難帶。呢個時代嘅年輕人好難帶。他們都不願意聽神的話，也不願意讀聖經。佢哋都唔願意聽神嘅話，又唔願意讀聖經。教會待得夠久，這些都一定聽過。我相信你哋嚟教會內嘅呢啲問題，你哋都聽過。問題就是我們願不願意像波阿斯那個樣子，跨出第一步。問題係我哋願唔願意好似波阿斯咁樣跨出第一步，成為那些問題的答案，成為嗰啲問題嘅答案。那我們來看一下波阿斯是怎麼樣突破文化隔閡，然後進入神的國度的使命的。我哋睇下波阿斯點樣係突破時代嘅隔閡，而進入咗神嘅使命。剛剛提到就是路德是一個摩押人，摩押人是什麼樣的人？各位還知道嗎？頭先講到路德係個摩押人，摩押人係點樣咧？大家知道嗎？摩押人是當時以色列社會當中很不被看重的。摩押人個係當時喺以色列嘅社會係好唔被睇重嘅，是被視為是不潔淨的外邦人，視為係唔潔淨嘅外邦人。申命記23章第3節上面寫說，亞捫人或摩押人不可入耶和華的會。申命記23章3節講到，亞捫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華的會。他們的子孫雖過十代，也永不可入耶和華的會。他們的子孫雖過10代，也永不可入耶和華的會。就是這麼嚴格。那為什麼波阿斯還娶路德？所以咁嚴格，點解波阿斯仲娶路德呢？這就是牽扯到神學的問題啊。呢個就牽涉到神學嘅問題。的話，請問康胖。如果要問明白嘅，唔該問埋康胖。OK，那我喺這邊稍微解釋一下。我呢度稍微解釋一啲。耶和華的會是指宗教跟政治的領導權。耶和華的會係講宗教同埋政治嘅領導權，不是指救恩，也不是指婚姻。唔係講救恩或者係婚姻。路德並不是一般的摩押人。路德唔係一般嘅摩押人，他是信靠耶和華的外邦信徒。佢係一個信靠耶和華嘅外邦信徒。意思就是他跟我們每一個人是一樣的，我們在座每一個基督徒一樣。即係意思係佢同我哋在座嘅每一個人都一樣，是規劃在神國裏的人，係歸化咗喺神國嘅人。第三個就是神的恩典超越民族還有律法。就係第三就係神嘅恩典超越咗民族同埋文化，特別是在信心還有悔改裏面彰顯。
特別係喺信心同埋悔改嘅嗰度彰顯。簡單說，就是波阿斯娶路得是符合神心意的。咁樣講法咧，就波阿斯娶路得係符合聖經嘅，也合乎律法的，亦合乎於法嘅。但是當時的社會不像現在這麼開放。但係當時嘅社會唔好似而家咁開放。大家不會說，就是啊，他信主啦，那你就是新造的人，沒問題。大家唔會講話啊，佢信主咧，佢係新造嘅人嘅，冇問題。波阿斯是活在一個非常保守、非常排外的文化裡面。波阿斯係活在一個非常保守、非常排外嘅環境當中。但是波阿斯選擇站在神那一邊。但係波阿斯選擇企喺神嗰一邊。他看見的是神的心意，而不是個人傳統的偏見。佢睇到係神嘅心意，唔係個人傳統同埋偏見。路得記4章13到14節，我們請姐妹念一下。路得記4章13到14節，我讀下。於是波阿斯娶了路得為妻，與他同房。耶和華使他懷孕，生了一個兒子。婦人們對拿俄米說：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，因為今日沒有撇下你，使你無至近的親屬。願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聲。這邊是波阿斯不只是救贖了路得，波阿斯唔止救贖咗路得，還救贖了整個拿俄米的家庭，仲救贖咗整個拿俄米個家庭，把他們兩個都帶進了彌賽亞的家譜裏面，將佢哋兩個都帶進彌賽亞嘅家族中。仔細講一下。拿俄米跟耶穌是沒有直接關係的，拿俄米同耶穌係冇直接關係嘅，但是因為波阿斯的關係，拿俄米被寫了進去，就係因為波阿斯嘅關係，拿俄米被寫入啊，所以這是一個聖經入邊，所以這是一個強而有力的信息。呢一個係強而有力嘅信息。神的國度是超過種族、背景、國籍跟文化的，神嘅國度係超越咗種族、背景、文化、國籍。國籍文化，他看重的是信心，還有敬虔。佢看重嘅係信心同埋敬虔。在1853年的時候，有4個華人基督徒。喺1853年嘅時候，有4個華人嘅基督徒。在我舊金山那邊成立了第一間華人的長老教會。喺舊金山嗰度成立咗第一間嘅華人教會。全部都係講廣東話嘅。現在過了170幾年，而家過咗170幾年，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。我哋可以發現一件事，美國的華人教會其實非常的封閉。美國華人教會係非常嘅封閉。我們跟這邊的教會基本上沒有什麼接觸。我哋基本上同美國教會係冇咩接觸嘅。而且我們自己的分裂得很嚴重。其實同埋我哋嘅教會係分裂得好緊要。每間教會幾乎都有英文堂。每間教會幾乎都有英文堂。但是英文堂的第2代會留下來原本教會服侍的年輕人幾乎是0。但係英文堂佢會留喺本教會服，第2代留喺本教會服侍嘅機會係好微。留下來的基本上都是牧師的兒子之類的。留低嘅通常都係牧師嘅仔女。我跟 Felicia 5月的時候去了 Huntington Beach 那邊一個萬人受洗的活動。我同 Felicia 喺5月嗰陣時去咗一個萬人受洗嘅活動。當天就有7000多個人在那邊受洗。嗰日又有7000幾個人受洗。場面很壯觀。場面好壯觀。牧師站在海裡招手。呢個牧師喺海嗰度招手。對，誰要受洗？邊個要受洗？馬上就一群人。馬上就一群人，一家人，一對夫妻，一對夫妻就過去受洗接受耶穌。就咁樣過去受洗接受耶穌。那個畫面好棒好美，佢嗰個畫面係好靚。我們在那邊沒有看到一個華人，但我喺嗰邊係冇睇到一個華人，冇華人教會去參加。我們美國華人的教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，我哋美國華人教會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。常常我們的資訊是從我們原本的國家來的。好多時係我哋嘅資訊係我哋原本個國家嚟。那我是台灣人，我就講一下這邊的台灣教會。我係台灣人，所以我講下呢一邊嘅台灣教會。每一次這邊的教會辦活動，都是從台灣那邊請哪個牧師來這邊辦特會。每次我哋教會喺呢邊嘅教會有咩活動，都係由台灣請邊個牧師過嚟㗎。跟台灣的教會，同台灣嘅教會做連結。那如果你去看這邊的台灣的教會的話，台灣的教會，但我睇呢邊嘅
一個台灣嘅教會，你會發現一個更奇怪的地方。發現一個更奇怪嘅地方，他們常常請這邊的美國教會去台灣分享，佢哋就會請呢邊喺呢邊嘅美國教會返台灣嗰邊分享。他們會從其他的國家這邊邀請什麼什麼敬拜團，佢哋就會喺其他國家嗰度邀請嗰啲咩敬拜團。從哪個國家引進來幸福小組？從其他個國家引進嚟呢個恢復小組。哪個國家引進來 RPG 禱告會？從邊一個國家引進嚟做個復興禱告會？然後我們美國的華人教會再去學台灣的教會在幹嘛？咁然後我哋美國嘅華人教會就去學下台灣喺度做緊乜嘢？但今美國，但今日我哋喺美國，語言有優勢，我哋係個語言有優勢，我們的文化有優勢，我哋有文化嘅優勢，我們的兒子女兒都說英文，我哋嘅仔女都係講英文，孫子孫女都說英文，孫仔孫女都係講英文。我們一定比台灣的教會、香港的教會更了解我們的下一代需要什麼。我哋比台灣、比香港教會更加了解我哋嘅下一代需要啲乜嘢。我們的孩子就是我們的路德，我哋嘅細路仔就係我哋嘅路德。我們在美國的文化是好的，是符合基督的。我哋美國嘅文化係好，係符合基督嘅。我們更可以感動現在的 ABC。我哋更加可以感動到喺呢度出世嘅細路仔。所以今天就是我們是否願意跟波阿斯一樣？但係今日就係話我哋是否願意好似波阿斯一樣，做出一個超越種族、超越文化、超越國際的差異。係主動做出一個超越種族、超越文化、超越國際嘅來那每一個願意為神活出信仰的人，去接納每一個願意為神。我們願不願意踏出我們的舒適圈？我哋願唔願意踏出我哋嘅舒適圈，走進那些我們之前認為不可能的領域？走入去我哋之前認為唔可能嘅領域，常常就是教會的英文堂。通常都係教會嘅英文堂。但波阿斯的信仰，我哋而家睇下波阿斯嘅信仰，他不只是在教會裏面敬拜神，佢唔止係喺教會敬拜神，他的信仰是活出來的。佢嘅信仰係活出嚟嘅。在士師記那個個人任意而行，喺士師記各人任意而行嗰個時代，波阿斯活出一個敬畏神應該有嘅樣式。他在田野間、在職場上、在財務管理上，佢喺田野間、喺商業上、喺呢個財務管理方面，都自然地流出他對神的敬畏，都流露出佢對神嘅敬畏。這邊一個例子，路德記2章第4節，呢個有一個例子喺路德記2章4節。波阿斯正從伯利恆來。波阿斯正從伯利恆來，對收割的人說：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。對收割嘅人講：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。他們說這是波阿斯的員工，願耶和華賜福於你。佢哋回答說：就係波阿斯嘅員工，願耶和華賜福於你。單單的宗教的問號而已。呢個唔單單只係一個宗教嘅問號。他的生活當中，生活方式，他平常就跟他的員工這樣子互動。呢個就係個生活方式，佢平時就係咁樣同佢啲工人。他在生活當中充滿神，所以他的團隊也尊主為大。所以佢嘅生活當中充滿神，所以佢個團隊都係尊主為大。這是一個職場的文化建立，是帶着信仰來影響社會的。呢個係佢個職場嘅建立，去帶着影響社會的力量，但係影響社會嘅力量。OK，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像波阿斯這個樣子。我哋每一個人都要似波阿斯一樣。我們不只是要在教會裡面敬拜，我哋唔止係喺教會敬拜，我們是要在家裡、在公司、在朋友圈裡面都活出信仰。我哋要喺屋企、喺公司、喺朋友圈嗰度都要活出我哋嘅信仰。但是在現實中，我們常常是膽小的。但係喺現實中，我哋通常都係細膽嘅。如果我們家人是佛教徒，如果我哋屋企人係佛教徒，我們會說就是沒關係啊，宗教都是勸人向善的啦。咁我哋又會講冇關係啦，宗教都係勸人向善啫。我如果有朋友離開教會，如果有朋友離開教會，我們也只敢說就是哎呀沒關係，他們受洗就好了，幫他們禱告就好。冇關係啦，佢哋受咗洗就得啦，我哋為佢祈禱就得噶。我們不太敢跟他們繼續把神的話聊下去。
我哋唔係好敢繼續咁樣為神嘅話語俾佢哋。當我們連基督徒都不敢提醒的時候，不敢堅守真理的時候，我們很難去傳福音。所以當我哋係連基督徒我哋都唔夠膽去傳揚真理嘅時候，我哋就好難去傳福音噶啦。如果說我們對福音都感到羞恥的話，就很難改變時代。所以如果我哋連福音我哋都感到羞恥嘅話，我哋好難改變時代。所以這短短的一句話，其實是波阿斯這個榜樣在提醒我們，信仰不是口號，是生活。所以呢度短短嘅一句話，波阿斯就提醒我哋，信仰唔係一個口號，係一種生活。他在田裏，在人群當中，在職場裏面為主發光。佢喺田裏，喺商業嗰時候，佢係為主發光。對，我們也要這樣，在我們的崗位裏面為我們信仰發光。我哋亦都係咁，喺我哋個崗位當中要為主發光。最後我們來看一下波阿斯對下一代產生什麼影響。最後我哋睇下波阿斯對下一代產生咗啲咩影響。波阿斯跟路德的婚姻不只是一個愛情故事而已。波阿斯同路德唔止係一個愛情故事，一個選擇，更係一個信心嘅選擇。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父親哦。呢個係一個好了不起嘅父親。父親節快樂！父親節快樂！這個選擇改變的不只是他自己的人生，而是整個家族的命運。佢呢個選擇唔淨止係改變佢自己嘅人生，而係成個家庭嘅命運。嘅路德節4章17節，俄備德是耶西的父，耶西是大衛的父。俄備德是耶西的父，耶西是大衛的父。也就是說，這是波阿斯，然後俄備德，然後耶西，接下來大衛王。所以就係波阿斯生咗俄備德，然後就到耶西，耶西就生咗大衛王。之後就是耶穌基督。最後就係耶穌基督。這一個願意順服神、遵循律法、接納外邦寡婦的男人。所以呢一個遵行神嘅律法，接納咗外邦嘅寡婦，竟然被神揀選成為救恩計劃的一部分。所以既然咁樣就俾神揀選咗，成為救恩嘅一部分。波阿斯的後代不只是以色列的君王，最後還連接到了萬王之王耶穌基督。所以波阿斯嘅後代唔淨止係以色列，而係以後嘅萬王之王。所以我們要知道，就是如果當時波阿斯選擇視而不見，如果波阿斯當時係選擇咗視而不見，選擇自保，選擇冷淡，選擇咗自保，選擇咗冷淡，跟路德保持距離的話，跟路德保持距離嘅話，今天我們就不會有這一段經文。今日我哋就冇呢一段經文。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自己很普通，沒做什麼大事。好多時候我哋自己覺得我哋自己好普通，冇做咩大事。我們再努力，也就是在職場裏面努力一點，在家庭裏面多愛一點，在教會服事裏面多一點點。就算我哋好努力，就係話我哋喺職場努力多一啲，喺教會多喺屋企多愛多一啲，喺教會服事多一啲啲啫。但是各位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符合神心意的選擇，都是為了奠定後代的基礎。但係各位我哋每做一樣嘢係服侍神，都係奠定下一代嘅基礎。今天你們選擇敬畏神，今日你哋選擇敬畏神，選擇行義，選擇行義，選擇饒恕，選擇饒恕，選擇愛人，選擇愛人。或許不會馬上看到果效，或者唔會即刻睇到果效，但是神會紀念這一切。但係神會紀念呢一切，成為你家庭屬靈產業的一部分，成為你家庭屬靈產業嘅一部分。我們不只是要為孩子留房子、留錢、留學歷而已。我哋唔淨止要為孩子留學歷、留屋、留錢。我們要問自己，我們有沒有為他們留下信仰的榜樣？我哋要問下自己，我哋有冇為佢哋留下一個信仰嘅榜樣？我們的選擇，我們的價值觀，我們在困難當中如何依靠神？我哋嘅信仰，我哋嘅價值觀，我哋喺遇到困難點樣依靠神？這些都會成為我們的孩子未來在信仰上面的路標。呢啲都會成為我哋細路仔以係喺信仰上嘅路標。
波阿斯的選擇神紀念了，波阿斯嘅選擇神紀念咗啦。我們的選擇神也不會忘記，我哋嘅選擇神亦都唔會忘記。那在神的計劃當中，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角色。喺神嘅計劃當中，每一個人都有佢獨特嘅角色。不管我們的身份是如何，唔管我哋嘅身份係乜嘢，就跟一開始說的一樣，波阿斯不是祭司，不是士師。即係好似我哋一開頭講，波阿斯唔係祭司，唔係士師，他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地主，很普通的商人。佢只係一個好普通嘅地主，好普通嘅商人。然後他因為順服，所以改變了整個家族的命運。所以因為佢順服，所以佢改變成個家族嘅命運。哥林多前書1章26到31節。哥林多前書1章26到31節。這句話提醒我們，就是神常常使用我們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人。呢句話提醒我哋，神呢就常常會使用一啲係微不足道嘅人，使用他們做偉大的事情，使用佢哋做偉大嘅事情。波阿斯並不是一個顯赫一時的宗教領袖，波阿斯唔係顯赫一時嘅宗教領袖，也不是一個有多麼大的權力的人，又唔係一個好有權力嘅人，他只是在日常生活當中忠心行事，佢只係喺日常當中忠心行事。但是神使用他的信心跟選擇，成就神的計劃。但係神用佢嘅信心嚟成就神嘅事。對，我們現在看到波阿斯，我們會講說這個人就是預表耶穌啊。我哋而家睇到波阿斯就話呢個人係預表耶穌，把福音傳給外邦人啊。將福音傳俾外邦人，讓我們這些原本跟救贖無關的人可以進入到神的國度裏。讓我哋呢啲根本與救贖無關嘅可以入到神嘅國度裏面。我們會說波阿斯把路得娶回家，就像耶穌會娶他心愛的教會一樣。我哋講波阿斯會娶路得，就好似耶穌會娶佢嘅教會一樣。然後我們教會要像路得一樣，只要順服，只要這個各方面的。我哋就話我哋教會要好似路得，只要順服只要做乜嘢嘅，這些都沒有錯。呢啲都係冇錯嘅，這也是路得記這整個愛情故事當中想要表達的重點。呢個係路得記呢個愛情故事想要表達嘅重點。但是我可以確定，就是波阿斯當時什麼都不知道。但我確定嘅就係波阿斯嗰陣時乜嘢都唔知道嘅。他不知道他做的選擇是什麼，佢唔知道佢呢個選擇會係點。他只是幫助了這個寡婦，幫助他面前這個寡婦而已。佢只係幫助咗佢呢個寡婦，呢個係眼前嘅寡婦。他幫着這個寡婦一家人恢復身份，佢只係幫呢一個寡婦一家人恢復佢嘅身份。對他來說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。對佢嚟講係一件好簡單嘅事。他決定順服，佢決定順服。所以這一個小小的愛情故事變成了改變世界歷史。所以呢個小小嘅愛情故事就變咗改變世界歷史，帶給所有人救贖的代表。代表咗所有人被救贖嘅代表。我想今天想停下來問大家一個問題。我而家停下嚟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你的生命當中有沒有一個路得？你生命當中有冇一個路得呢？在你的身邊，喺你身邊，或許他在你的公司裏，或者佢係喺你公司裏面，或許他在你的小組裏面，或者係佢係喺你小組裏面，或許他是個家族裏面的一個年輕人，或者係喺你家族嘅年輕人，或者是你認識的一個單親媽媽，或者係你認識嘅單親媽媽，一個剛信主的一個弟兄或姐妹，或者一個剛信主嘅弟兄或者姊妹，或者是一個對信仰很渴慕，但是生命一團亂的人，或者係對福音好渴慕，但係生命係一團亂嘅。他們正在等，有沒有人願意像波阿斯這個樣子？佢而家正在咁樣嘅情況，有冇一個好似波阿斯咁嘅人呢？走出舒適圈，付出代價，成為那個轉捩點。走出舒適圈，付出代價，然後拯救呢個人。波阿斯沒有等路得變成那個值得投資的人。波阿斯冇喺度等路得成為一個值得投資嘅人。他不是等路得證明什麼他配得才開始幫他。佢並冇話等路得做咗啲乜嘢覺得配得先至去行呢一步。波阿斯看到那個人的需要就行動。波阿斯睇到嗰個人嘅需要就行動。雅各書2章第17節說，雅各書2章17節話，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。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。我們常常說我們要有信心。我哋成日話我哋要有信心。我說我們愛主耶穌，我們是愛主的基督徒。我哋講話我哋係愛主嘅基督徒。所以我們要付出行動。
所以我哋要付出行動。有的時候我們會說，就是我不確定他們是不是真的要幫助。我哋有時會話，我唔確定佢哋係咪真係有咁嘅需要嘅幫助。他們是不是在利用我啊？或者係佢哋係咪利用我咧？我現在很忙很累，沒時間。我而家好忙好攰，冇時間。但是我們可以挑戰我們自己。但我哋可以挑戰我哋自己。我們不要再找借口。我哋唔好揾藉口。波阿斯選擇信靠神。波阿斯選擇信靠神，活出行動的信仰，我們也可以活出一個有行動嘅信仰，我哋都得嘅。大家要知道，就是這個時代不缺評論家。大家知道呢個時代唔缺一個評論家，不缺一天到晚在罵人的，唔缺一日都鬧人嘅基督徒。我們的頻道上面就一堆。我哋頻道上邊就一堆。Ethan 穿得怎麼樣 ？Felicia 的口音怎麼樣？Ethan 着到點樣啊？Felicia 嘅口音係點啊？你們怎麼節目上面沒有字幕啊？做乜你節目冇字幕啊？還有人說我長太帥，然後呢，就說這個一定是假的。Felicia 長太漂亮，這個一定是想紅而已。有啲仲話，哎呀，我生得太靚仔啊，呢個梗係假嘅。長得好看也可以被罵。生得靚都會被鬧嘅。罵我們的人有一堆，鬧我哋嘅人有一堆，但是缺的是像波阿斯這樣的人。但係就係爭咗好似波阿斯啲咁嘅人，主動站出來成為回應的人。主動成為出嚟成為一個回應嘅人。我們的愛報道一路走過來。我哋個頻道愛報道一路咁走過嚟，因為我們願意成為路德，因為我哋願意成為路德，我們身邊的波阿斯不斷的出現。我哋身邊嘅波阿斯不斷咁樣出現，從一開始幫助我們開始的這個Paul 長老，從由一開始幫助我哋開始個 Paul 長老，對對對，他到我們斷資了，沒有錢了，沒有辦公室了，沒有錢發薪水了，然後大家都認識了周一方牧師。咁到我哋喺最窮困冇晒錢嘅時候，我哋就認識到個周日方牧師。本來我們來找 Compound 就要辦公室的。我哋之前係冇寫字樓，我哋諗住嚟揾阿 Compound 揾寫字樓。對，然後呢，還有遇到秦正國市長，大家認識秦正國市長是誰嗎？同埋有個 Eric Chen， 秦咩？Warner 市長。Warner 市長。對，核桃市市長。對，然後他們都在幫助我們。佢哋都係喺度幫助我哋。我們失落的時候，我們軟弱的時候，當我哋失落嘅時候，我哋軟弱嘅時候，我的牧師 Jack 告訴我說，你們要把信心放在神身上。我嘅牧師阿 Jack 就係同我講，你哋要將信心放喺神嘅身上，把你的目光放在神身上，將你哋嘅目光放喺神嘅身上。當我們領受了好多我們想要分享，當我哋領受咗好多我哋想要分享嘅，然後既然有教會邀請我們來去講道，既然有教會邀請我哋去講道，包括 Ken2 給我們這個機會，包括 Ken2 俾我哋咁嘅機會。所以現在時代正在翻轉，所以而家時代正喺度翻轉緊，年輕人正在回到教會當中，年輕嘅正在回到教會當中，表示現一大堆的路德，表示而家有一大堆嘅路德。就像我們的事工開始的時候，我們生命當中不斷的出現各式各樣的波阿斯，就好似我哋事工開始嘅時候，我哋嘅生命就不斷出現好多個波阿斯。所以今天我也邀請各位，所以今日我邀請各位成為這個時代的波阿斯，成為呢個時代嘅波阿斯。所以今天你們可以回去開始禱告，想一個人。所以你哋翻去禱告就要諗起一個人。或許你已經知道神已經感動你很久了，這個人。或者係你已經知道神已經俾咗呢個人感動咗好耐啦。或者是最近才人的名字。或者係最近先浮出呢個人嘅名。不要再等，不要再觀望。唔好再等，唔好再觀望。像波阿斯一樣，去愛，去回應，去行動。好似波阿斯咁樣，去愛，去行動，去關愛。去尋找你的路德在哪裡？去尋找你嘅路德喺邊度？今天我們來到最後一頁，我想說的就是，這個不是結束，這個是行動的開始。最後一頁我想講話，呢個唔係結束，呢個係行動嘅開始。各位知道嗎？現在有大量的教會正在關門。大家知道嗎？而家有好多教會係正在喺度關門，因為他們教會人數太少，資金不足，而且缺乏年輕人。因為佢哋嘅教會太細，基金不足，又冇年輕人。
更人心痛的是，很多些教會被改成穆斯林的清真寺。即係好失望，就係好多啲教會係改變為呢個清真寺。對，這不是在中東發生，而是在歐洲、在美國，甚至在我們身邊。呢個唔係喺中東嗰度發生，而係喺歐洲、喺美國、喺我哋身邊會發生嘅。但是同一時間有一個很特別的數據出現。但係好奇妙嘅係，同時有一個一個數字出現。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，特別是男性選擇走入到教會裡面。有好多年輕人，特別係男性嘅選擇走返入去教會。他們在尋找答案。佢哋係去嚟揾答案。他們在尋找真理，尋找方向。佢哋去嚟去揀真理，去揀方向。他們厭倦了整個文化的空虛還有混亂。佢哋厭倦咗呢個整個文化嘅空虛同埋混亂。他們渴望一個真實的信仰。佢哋渴望一個真實嘅信仰。這個代表什麼？呢個代表咩？教會不是沒有機會，而是太缺乏像波阿斯這樣的人。教會唔係冇機會，只不過係太過缺乏波阿斯啲咁嘅人。一個像波阿斯一樣，看見就來行動，不退縮，不計算成本的人。一個好似波阿斯咁樣睇見就行動，唔計算成本嘅人。選擇為神出手的人就是現在。選擇為神出手嘅人就係而家。波阿斯最需要黃金的時刻。呢個時候要當波阿斯係最關鍵、最關鍵嘅時刻。好。馬太福音5章16節。馬太福音5章16節。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，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就將榮耀歸給天父。你們嘅光亦當這樣照在人前，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就將榮耀歸給天父。這不是一句勉勵的話。呢個唔係一句勉勵嘅話，而是一個命令。而係一個命令，是一個呼召，係一個呼召。你不用等到完美裝備好了才回應，你唔需要等到完美裝備好先回應。你只要說主啊，我在這裡。你只要講話主啊，我喺呢度，我願意，我願意。我再重複一次，波阿斯不是傳道人。我再重複一次，波阿斯唔係傳道人，不是士師，唔係士師，他就只是一個敬畏神的男人。佢只係一個敬畏神嘅男人，在日常生活當中回應了神的呼召，喺日常生活當中回應咗神嘅呼召，結果就是他的信心不但改變了路德的命運，還進了大衛還有彌賽亞的家譜裏。結果佢唔係淨係改變咗路德嘅命運，所以今天神也要使用我們。所以今日神亦都要使用我哋，不管是我們今天是年輕的學生，還是已經退休了。不管我哋係仲係返緊學嘅學生，或者係已經退休啦。我們是父母，還是老闆，還是職員、家庭主婦？係父母咧，係職員咧，或者家庭主婦。不管我們是什麼，不管無論我哋係乜嘢身份，神都在等我們說，我們就是這個時代的波阿斯。神就等緊我哋講就，我哋係呢個時代嘅波阿斯。我願意為神的國站出來。我願意為神嘅國企出嚟。今天我們就分享，我們來一起低頭禱告。我哋今日分享到啦，我哋低頭祈禱。主啊，這裏有你揀選的百姓。主啊，呢度有一群你所揀選嘅百姓。他們不是佢哋唔係旁觀者。你國度的建造者，佢係你國度嘅建造者。他們看到教會的需要，佢哋睇到教會嘅需要。他們文化的破口，佢哋睇到文化嘅破口。他們看見年輕人的迷失，佢哋睇到年輕人嘅迷失。他們願意起來回應，佢哋願意起嚟回應。所以主啊，請賜下波，主啊，求你賜下波阿斯嘅心智同埋勇氣，讓他們在他們的家庭、他們的教會的文化發光，讓佢哋喺佢哋嘅家庭、佢哋嘅教會、佢哋嘅文化當中發光。所以主啊，我們在這邊說，我在這裡，求你差遣我。所以主啊，我哋會對你說，主啊，我喺呢度，求你差遣我。奉主耶穌基督寶貴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奉主耶穌寶貴嘅聖名祈禱，阿門。